歡迎收睇午間新聞，我係陳俊傑。立法會選舉結果公佈，喺九龍3個選區九龍中同九龍西分別由2名現任議員成功連任，而喺九龍東連任嘅工聯會鄧家彪成為今屆嘅選舉嘅票王。10個地方選區嘅選舉結果凌晨近4點半開始出爐。最先公佈嘅九龍中2位現任議員成功連任，身兼人大常委嘅民建聯李慧瓊以53,529票當選，無黨派嘅楊永傑以28,163票連任。經民聯李超宇、工聯會邱耀成同埋楊樂軒、譚利儀就落選。李慧瓊上屆獲得超過9萬票，今屆少咗大約4萬票。佢話係社會環境唔同，會總結經驗。上一屆係如果以我自己九龍中區呢，就係3位候選人，本屆呢就係6位候選人。咁另外呢，就面對嘅挑戰社會環境都有不同嘅，咁所以得票呢，其實係一個綜合反映。咁每一次呢，我哋都會總結經驗，亦都希望呢係透過每一次市民啦，又或者係不同界別同我哋反映嘅意見呢，我哋都會去思考呢喺未來4年工作裏邊點樣去調整啦，係以更好回應市民對我哋嘅期望同埋訴求啦。喺上述選舉中當選。而喺九龍東選區，工聯會同埋民建聯都保住議席。現任議員工聯會鄧家彪以53,675票連任，成為今屆選舉嘅票王。民建聯呢一區亦都派咗2個人參選。觀塘區議員張培剛以29,116票擊敗28,800幾票嘅梁思韻當選，但係爭取連任嘅黨友顏汶羽就以24,000幾票落敗。我同佢都有優勝之處嘅，冇咩特別。係啊，咁但係我之後咧，我仲要好多方面咧要向佢請教。大家都知道啦，民建聯都係面上一個大火之後，喺網上喺社會都有好多嘅謠言啦，一啲錯誤嘅信息啦，所以對於民建聯全線嗰個影響咧係有喺度嘅。加上九龍東今次我哋出2席咧，其實一開始都係一個高風險嘅一個嘅策略安排。至於喺九龍西，2個現任議員民建聯嘅鄭泳舜同埋西九新動力嘅梁文廣都成功連任。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道。新界東南5個區議員中，由專業動力方國珊同埋民建聯嘅葉傲冬勝出第6屆參選嘅方國珊成為今屆選舉嘅票后。無線新聞記者吳家軒報導。我現在宣布1號候選人葉傲冬先生、3號候選人方國珊女士喺上述選舉中當選。5次參選落敗，第6度挑戰立法會選舉嘅專業動力方國珊，終於憑58,828票成功當選。咁我經歷咗17年，即係呢個都過去咁多年一直嘅努力啦，即係選民對我嘅肯定咧，同埋我嘅團隊嘅肯定咧，我係即係非常之感激嘅。其實冇奇蹟嘅，只係累積先有成績。面對去災情嘅情況啦，好多家庭嘅痛苦嘅時候咧，我唔係好覺得我係要好高興咯嚇，我只係感恩我所有選民嘅支持。民建聯呢區現任立法會議員唔選，由秘書長由尖旺區議員葉傲冬跨區挑戰，以26,250票奪得新界東南第2席。得到呢2萬多嘅市民嘅支持咧，讓我可以晉身立法會，咁係對我係未來工作一個好大嘅推動力。過去我自己作為傳媒，我本身都係跟立法會新聞啦，咁所以我諗對於立法會嘅運作，我諗同埋官員之間嗰個溝通，我自己唔陌生嘅。咁我都希望可以用好相關嘅經驗帶到去立法會，更好咁樣做即係呢個立法會議員嘅工作咯。另外3名落選嘅候選人包括2名西貢區議員張美雄同埋新民黨公民力量陳志豪，都奪得18,000幾票，而工聯會李貞儀就只有16,000幾票。陳克勤先生喺新界東北一度宣布告急嘅民建聯主席陳克勤獲得41,612票，新民黨公民力量嘅李梓敬就獲得42,749票，2個人成功連任。而第一次出戰嘅工聯會古慧冰就有18,000幾票，
經民聯嘅鄧兆峰奪得15000幾票，再次參選嘅黃永浩就有近12000票，3個人落敗。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而喺港島西區2名現任議員民建聯嘅陳學鋒同埋新民黨嘅陳家珮成功連任，而工聯會郭偉強就落馬。我現在宣布2號候選人陳家珮女士、4號候選人陳學鋒先生喺上述選舉中當選。3個現任議員喺香港島西區爭取連任，最終由民建聯陳學鋒同埋新民黨嘅陳家珮分別以30543票同埋30033票成功保住議席。由選委會界別轉跑道代替唔競逐連任嘅葉劉淑儀喺呢一區出選，陳家珮成功接棒。其實我哋從來都冇一個指標係要攞幾多票數嘅嚇，我哋係最重要就係可以保得住葉太呢17年嚟服務嘅呢一個港島嘅席位，攞到葉太大概一半嘅支持者係啦，一半嘅票，咁係得到佢嘅支持者嘅認同。其實佢哋都係中意我哋新民黨嘅風格，中意葉太嘅風格呢，就係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咁所以家珮未來喺呢4年呢，我一定會繼續學習我哋葉太嘅風格啦，同埋我哋新民黨呢會有更加大嘅擔當啦。至於工聯會由勞工界轉戰香港島西嘅郭偉強，就以4390票之差落馬，未能夠連任。自由黨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同埋離島區議員黃秋平亦都落選，而喺香港島東，工聯會嘅吳秋北以39707票成功連任。民建聯喺呢一區派出2個人競逐，由席潔玲以22054票保住原本係屬於民建聯梁希嘅議席。至於同屬民建聯嘅李青霞、新民黨嘅郭浩景同埋自由黨嘅阮建忠就落選。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報道。民建聯主席陳克勤就形容今次其中一次艱難嘅選舉選情受到多種因素嘅影響。我自己覺得民建聯能夠喺地區直選16區裏面都能夠係有議員去當選嘅話呢，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難得。我哋都會翻去呢係認真地去反省下我哋自己嘅選舉策略啦，我哋提出嚟嘅政綱啦，同埋我哋未來嘅工作方向，咁繼續去爭取市民嘅支持。選舉結果呢係多種原因所造成嘅。你剛才講嘅火災嘅問題呢，只係其中一個。更加重要嘅呢，我哋都係睇到今次有唔少嘅候選人，佢哋個質素都係好高，同埋佢哋嗰個政綱都係得到市民嘅支持。咁所以其實市民嚟講呢，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呢，係多咗好多唔同嘅選擇。至於工聯會參與地區直選嘅郭偉雄同埋陸頌雄未能夠連任，會長吳秋北表示會總結今次選舉經驗，又形容工聯會喺各個界別合總獲得24萬選票，係守住基本盤。要全面去檢視啦，即係今次我哋有得有失，喺過程當中咧，我哋有新人嘅勝出，亦都咧係有即係我哋嘅現任嘅落選，咁呢個係有得有失，咁我哋會好好去總結。今次我哋派出嘅新人咧係比較多嘅嚇。咁所以咧，喺通過今次咧係得到非常好嘅一個鍛鍊。我哋期望咧嚟緊咧喺呢啲基礎上面咧係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可以為我哋工聯會咧爭取更加多嘅議席嘅。工聯會一直咧都係要通過勞工界呢個嘅平台啦，嚟到去鍛鍊去培養人。培養我哋嘅從政者，所以我唔認為呢個係一個有問題嘅做法。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會有另外一節新聞。